开水一冲，盖上盖子，再焖个3分钟，一碗香喷喷的泡面马上就能开动。因为料理方便，价格又便宜，泡面这项产品一直深获许多年轻族群喜爱。知名泡面品牌举办面的大风暴活动，邀请民众以统一面为主角，展现各自的创意料理想法。同时，更邀请到日本漫画《中华一番》的作者小川悦司来担任评审打分数。获得料理奖的民众就有机会将自己的料理作品入画。活动吸引许多书迷粉丝参赛。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很喜欢这个老师，然后作品是当时候看到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就想到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面飞面，然后所以我就想到的是，是要把面做成不面的样子，所以我就想到，我要做面包，把面放到面包里面，让它看起来一个伪装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做成这块面这样子。你现在也算特级小厨师了吗？对，我现在特级小厨师。你参加这个活动，中华一番作者小川悦司厨艺品尝每道同一面的创意料理，也对每一参赛作品做出评论。看到小川先生边吃边点头的样子，看来这些料理不但有创意，而且也很美味。台湾のソウルフードと统一面是台湾的所谓的精神粮食，跟日本的日清食品是一样，属于台湾规模最大的食品。然后他也又试过这个统一面的各项的面，他也觉得非常的好吃。然后这次来参加的话，又看到各位台湾的朋友把统一面的创意发挥到极致。这个中华一番也是我们从小很喜爱的一个漫画，那里面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。它跟今天所创意料理，大家发挥很多创意出来的一些好吃的料理。面的大风暴比赛奖项分为人气奖以及料理奖，主办单位也颁发奖状给每位入选民众。料理奖最终也由刘爱心拿下，成功将自己的料理创意作品放到中华一番小当家阿毛手中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